合身呢，一宿水天哦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事该土地呀，莫啥莫事。该土地，无啥无事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山。可以是个给予家不？哦，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阿贤，半夜3點過身的。我真講到安拍嘅，人頭唔識，我就喺我樓梯腳出去。快啲，出來！牙齒轉來，唔通用會上。就叫我黑啊！請問有人演做啥麼？我家姨奶啊，法蓮宮。咦？人哋擺出來又較講色咯，又較毒色咯。金錢哦哎，做伙做路年三較多，哈，不是按法律。哦，啊，通你人講，人哋專門做什麼啥？係啦，哎，按你幾多錢？喂，來看咧，2、3、4、5、6。哎呀，咁樣啊？唔定下，權妹，權妹，權妹，你記得我冇？你迄個咧做形容衫咩？係啦，形容衫做好誒，你有冇來拿？佢形容衫我做唔到咧。我爸堅持我愛搬我家去法蓮宮，講個片鳳山別拉國，也係可以死苦。又會安尼啊？但形容衫有冇愛哦？唔可以用賣用愛做形容，賣搬佢啦，我幫你講錢。唔講安尼。你，我寫無限。用飯咯，孩子，你有冇精神啊？我偷偷開書先，係嘛？也係首先哦，色有樣見來見到啊。好啊，關家下要開書先，個老年做形容衫。係按水，用好在嗰做形容衫咯。發生乜事情？送拜，當我做形容衫嘅細妹嘅，佢公布卡人唔本佢家去法蓮宮咯。個老有冇該欠你啊？做係捱運失敗，才會害佢形容做唔成。出妹，你又會安尼想咧？
从老母转来到一下，一切就冇效用。日嚟行床，我娘会讲，马上牵起个家人，好吗？记得阿贤的感情安沉，向佢家，佢咁恨。阿妹，你转了？乖。阿姊，转来呀？慢慢给啊。两马月亮洗手，讲哦。哇，係日本的哦。日本的本的哦，很優哦。老嘅你冇強用呢。家好先靠一间百货店，当到日本的东西。可能话日本流行の食杂誌，有有素、料理、化粧，嘛该自由呢。呀，做喺呀下食堂的哦。系啊。太子，唔有閒要做，一做唔上看啊？做呀做乜喏？做嚟買啊？唔係啦，我愛做本自家做。愛做，做唔得啦。哎呀，捱老誒，做呀哦，俾本人燒啊。亂講，太子唔有獎有後生呢。諗心講。冇講呀啦。有乜嘅事情？那係全妹啦。唔係中文形容上嘅？啊，來來來，太子有你好。哎，唔記得形容上買睇嚟冇？很忙啊，因為喏。好得咯。很強哦，法術都同有，使用都同好，情格深呢。太子嘅數念很好呢。我見本來當然老實買睇咧，用唔會咧。我不看人做講好呀。我老阿爸講，喺冇家幫阿去，我就死人出門家咧。家去後山，生活艱苦，唔驚啊！很重要，唔驚無來後頭。有志氣，すごいね。係咪？我識嘅喎，我呢條水，暫時拉爆，唔是啦。跟埋嚟泡茶。快來。係咪？
去年哦，阿强哥又转来，无通记讲哦，法院讲这边的审判用的吼，唔伫要困。佮佮按到兄弟的，就佮伊撒过去，就算失去，佢咩唔会讲，甲佮今年要转无？无通讲的。什么诶？你睇话这片，会通讲机会转无？无呢，唔请阿哥做乜嘅啊？无啦，就上当诶。唔啦。群妹嘅事情过脱咧，秋天也到咧。很僵嘞。冇停通啦。廿年係阿姐阿妹去讀共學校嘅第一年。今本年开始要有规矩，对吗？对。阿妹，我去吐水哦，要乖乖哦。以后到啊，是莫像那样跳上电咯，要乖乖听先生来放，哈。对啦。大做风潮哦，就只知唱大调诶。啊，落去。好啊，如何生意啊？给我开点诶。你来。你有唔去隔壁浸生颜料啊？伊条都去天都诶啊。系冇太二等饮料？cha mẹ à họ với lão ngài đây còn là anh đang ổn xin họ à Xuân Hả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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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ọ 阿姨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Q 2年冬假就到了，我卡开始冒汗，卡将老阿妹上忙打扮，我老阿妹每次都有过年的感觉。你係乜嘢啊？也爸爸呐。是嘛？是嘛？兩個細嘛，慢說。好愛叫叫啊！พี่โน้不會老東西叔叔啊，就做得成嘞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阿婆懂会煮哈。拍假色，拍假色。哎。阿妹，身體恐天。哎呦，俺唔是啦，唔是不愛，唔是不愛。一年一拜啦。嗯，唔是啦。阿妹，數起來啊！俺只說哦。俺只說。咋了哦？阿妹，那应该赚点钱，上位冇？嗯。因为你拿到赚点钱哦，下禮拜以後靠抽數，那看認真啲嘛。
爱弟，俺还得讲好家做事，来，乖乖乖，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！哦，乖。来，做面，两个，恭喜發財，恭喜发财！我愛讀書啦。啊？唔使着急啊，嘿呀，董奖就稳了啊。谁吃饭？都是等会翻。我大自拍哦，义工眼灯啊。Hello。You guys say.阿燕，你啲天當過得好冇？有人在嗎？阿強哥，哎，你叫冇看到誒，識茶？什麼呀？阿妹，阿哥，是啦。什麼呀？用解啥？哎，金兄，唔過就去網遊啦。唔可能啊！按叫的啦，伊現在就全無變啦。哪有？唔爭氣。做咩啊？我聽講什麼佢有書面嗰本做咩係冇？你愛用親好啦，難拜哦，安心過日嚟啦。唔過，我唔想一世人做喺啲每家，我應該愛有自己嘅安全啊。哦，阿陽講咩好啦吼，係曉生咩？嗰前20個家啦。哎，冇詳細個概念啊！唔好講嘢啦，阿哥識茶。哎呀，吃茶吃茶。誒，唔講有嗎安全啊？阿哥，曉神學老師冇？曉神改變哦，現實是很做的啦。日本政府啊，你招好市民的啦，甚至台灣他個社會開下。佢鼓勵太子家啊，全球賽過去法令改變咩？佢其實日本人啊，對內地改變過來嘅，有一隻有錢嘅移民母啦，佢今日下哦改變年輕多，動腦啫咯，佢記錄啊做到以後。係哦，唔過我聽唔講哦，佢曉神嘅路哦，萬百法都危險呢。哦，佢條擺啦，今日出發臨海道路做好嘅咩？佢當日啦，自動車吼，佢路吼都好行啦。安尼哦。種係根本就差唔多7、8點鐘，就行到樹屋嘅。佢路況哦，又好迄群，冇危險。家做乜用嘅人細嘅片啊？因為青島啊，嗰種有艱苦嘅啊，無家人嘅單身狗啦，種係掠做嘅咩油咩？冇強用啦，這樣事哦，阿爸有留不會有本事啊。是講哦，你做乜解愛使幾片呢？該用事吼，我是想啊，我沒有傾向啊泰國來落台啦。按用老母就本佢條裝好嘅啊，我依法令嗰邊做看啊啦。今日下吼，像我按用啊，上個情人是青島，佢用啊。你要用門是想我叫我可以嘅嘛？係有機會，冇聽錯啊！呀，細妹講乜嘅講法咯？佢行就行嘢咯，佢唔啲好想要嘢嚟嘛？阿妹，太子講笑啦，係啦喎。
中途阿哥，从9老年转福卡，时间过到冬季，一年木就春分呢。不过也下西去后山的小妹的进来进多，隔壁每天天的走在绿色，也研究俺们歌的，没上爱晒过去，故说下夜风心的唱天书。要按压毛衰呢。阿妹，有事情我老你参详。样办？我想爱再去法莲讲。法莲讲，当然呢。我去做嘛呢？连生做少年甚至爱无老公啊！我一只太妹嘅，肯转来姊妹加饭，你看呀，对大家都好啊。记了讲嘛，该就本记了讲，安尼日日好过就好个啊。我唔惊唔讲啊，不过三妹老人房咧，佢点样会做人啊？记了冇讲嘛该。就会按的啊，还真歹势咩？法莲讲，你咧富人家走到暗夜，伊一样会讲嘢嘞喏。阿强喺太房嘅来嘅，佢敢要照顾？我有相信呢，本阿强哥，想给老人安排条路。我有写作，就唔是意思你呢。你结天好啊？嘿，我想想说，冇按样好啦。我迄老三妹参详，唔老书面带过去做盘。我爱书面太太子去，本来没拜托好冇？书面暗说，伊法令公安院，就算我判的，因方面唔判的啦。我喺面都日子，日日过到按辛苦，无子无爷，汉爸又冇办法任阿公抱派，本书面停起去，千冇咩有一个瓦口，唔有安面，都市地度又还有一个，好冇？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两只毛的哦，来做平平色，要二本书面填台机去法莲宫，来真紧都唔判得的。书面就过本代志的。你再讲听听咩？呼口都无过啊！
唔记得无？算命先生有讲，苏妹命带有2个阿妹，我去验房，才会好命。敢讲，也真给你命。无你通，去算命去算唔错无？无，来走去请骗伊算课呢，安尼好无？阿妹唔盼得，不过算命先生安尼讲。还有，台积13年去花莲讲，无法无变，既有算命，怎有将来？什么呀？阿贤，今年我做唔来，因为我去花莲宫，花莲宫暗宴，经过就可能唔会再来。新电话，加新电话，就推爱，让我做盘。今後は自分でしっかりやるんだぞ。进来哦。哎，来嘞！한주세요。啊，像我讲，这个片做超好诶，听名唔是笑。出发人嘅咧，几天嘛？几天诶？好来哟，来，下桌上坐过来调诶。
啊好，预备啊哈，来。前母的阿公婆，我前厝妹根本已爱使去法莲宫，请保佑我着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还安做呢？你唔睡觉一下？睡唔落觉啊！包袱肚我有准备2只鸡髀、沙兰、捏板、甜板，本也着入红丝。ありがとう。请姊妹講去買嘅花啦。外面佢哋書面愛聽我去法蓮宮喎。啲啦，不過我冇講。也着喺度法蓮宮，我驚佢會艱苦。做阿妹，就會會唔盼得冇嘢。唔聽錯，
爱好好的照顾苏妹，对吗？那对啦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吃饭啦！去法莲讲啊，我同太阿姨的花，对吗？对。苏妹恩妹啊，以后好好吃饭，等下吃饱嘞，阿爸要比有痛的哦。太子，看好嘛？好嘞。苏妹，来，老熊抱带蛋，阿公婆会保佑你。很讲呢。菜来了。去法莲讲，我记得写信的转来。七狗会照顾七狗。我也不好，没办法，对付卡夫斯阿妹，很不阿妹炒饭，将阿妹原谅。否则会付唔到的。我记得阿妹讲嘅话，唔想带下就转来。阿妹，时间差唔多嘞。
什么？嗰班店仲有啥会长几多？苏妹，阿爸先去做事嘞，唔顶我买哦，要好好谈阿姨的话，对吗？阿弟，阿妹家家转来，阿爸阁不敢同来说。嗯。姐姐。苏妹就搞不稳哎。記得開車先了。我安心。對根本意迄時，佢就會愛我嘅。收藏了哎！乗客の皆様、上映行きの列車はすでに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。ご乗車になる皆様は乗車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この列車は夜の10時30分に終点の両駅に到着予定でございます。1941年5月，細細嘅我聽定卡講行業熱台，我唔知，也就係我人生嘅分水嶺，我嘅人生就按呢改變了。この列車は夜の10時30分に終点の両駅に到着予定です。さよなら。危險！條男冇傳出去點啊？係阿姨，我媽嘅都看唔到咧。團舞誒，當然乜嘢都看唔到啊！家下見過銅鑼，唔知媽年喺度銅鑼冇？阿弟，係你阿姨，你阿姨係銅鑼。錯。阿哥你嘅讀書呢？我喺讀書冇啊？阿哥聽年超愛讀國家歌。老都冇講強樣呢。唔老妹啊？應該老佢差唔多睇。你去同他跳，同我講法。細阿哥，迄套星座做好夠嘅哦。阿爺咩係？嚇？哦，我老公哦，咩係星座做好夠畢業嘅？咁唔肯拜，我做先生了。我想做先生。真好。今日老公一下點嚟教書啊？佢哋主動喺講好教。
不过几个死嘞？あ、失礼しました。いいえ。乗客の皆様、新築駅に間もなく到着いたします。不对，我想查了。乗客の皆様はお手持ちの荷物をお確かめの上、降車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乗客の皆様、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なら。間もなく到着いたしさよなら。ます。乗客の皆様はお手持ちの荷物をお確かめの上、降車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这两事我没想到，搁加几年，要到法莲宫，再搁看到也安做指定的太阿哥。喝茶这位嘿，阿妹，安尼做错无？研究这位，上岸都做嘛？苏妹去安检，敢会看唔到？再个讲，太子嘅什么人，恐怕嘅失踪啊！已经错一点路，现在就没摇到，厝没有数年，伊要做山。要耕田，唔是老去笑啦。咁样嘅，咩唔必喺豆腐卡？唔对啦，亚太子都亚查某卡，无名无分，等去落诶。我娘的喏！我冇想到，也在家，向老人放的，结无分。我做也在隔天，大家就同艰苦，不过对大家就好。什么呀？哎，等我哟。啊。哦。我可以还是在凉茶，吃到很点心哦。看啊，看啊，买嘛该。太阿姨，身體太順，出咗冇卡哦。阿妹，苏妹那时转来。爸爸阿妹，爸爸阿妹，我呢？轉台前漸漸吞落嘅夢事，我已講了一百，化妝落給你，來就給聽，來就給聽。一生又一生，楼梯声。
一次比